分析的，伊讲呢，讲某物人，伊请你当我一当初的时间，我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呢，伊办安尼呢，我才来甲你比武啊。我好，你是办，即摆即个炮台师傅呢，伊就去迄个市内呢，找所有的检察官啊。 到尾来找一间到尾来找一间有名的检察官的师傅，讲师傅啊，我拄着一个检察师傅，讲要帮我比武，但是呢，我是假嘛，我若帮你比武，我会输的，身体会死啊。麻烦你师傅，你教我一步呢，要安怎死了做，要安怎死了较好看的姿势就对了。伊讲，我当问一个师傅，当然你是若死势较好看，伊即摆就讲啊，迄个师傅讲。 讲你是咧做啥物？我泡茶师傅啊，好，你先泡茶啊，我啉就好。我才开功夫啊。即摆这个师傅呢，这个泡茶的师傅就足用心、足专心、足认真，来泡茶这个检察官的师傅面。那么这个师傅面这过题了后，伊讲向来毋捌啉过遮好啉的。 伊讲你等下若要比赛，就用你泡茶的手，和你比赛就好了。伊讲这步的姿势上好。即摆这个泡茶师傅就去找迄个检察师傅比武安尼，伊去呢都无讲话哦。伊去骹咧所在，摇头敲案，目睭紧紧看对方迄个检察师傅，结果啥人啊？ 上面，这泡茶师傅然后拢知影。即嘛，迄个师傅哇，原来对方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，伊就赶紧走，